来看这粪扫真正是袂使乌白，但前几工仔呢，才拄发生这中华的民众是甲上百支赖达等伫个粪扫车引起意外。当下这新竹市嘛有民众呢是甲行动电源等入去粪扫车内底，险啊，就互这台车飙去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这电池类的落爱回收来处理，那当作是一般粪扫安尼凊彩弹，毋但是有可能引起爆炸，甚至会造成清洁队员受伤。清洁队收粪扫烧到一半，粪扫车后斗熊熊呛烟，驾驶赶紧停车，甲车顶粪扫全部拢倒出来，泉水降温。尾仔发现是有人甲行动电源当做一般粪扫，等入粪扫车差一点就发生意外。司机就赶快下来，把那车斗整个弄起来，把垃圾赶快倒出来。倒出来看里面还有没有在冒烟啊？环保局指出，行动电源甲一般电池一定要确实做好回收分类。民众若是无按照规定，会互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班，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。罚钱是小看待，上惊是会造成爆炸，产生危险。会在垃圾的清运过程中，可能因为压缩，可能因为锂电池本身的损坏放电，会造成清洁车的火灾的一个发生。民众如果未依照规定来做好分类的话，依照废清法是有罚则的，可以裁罚到1200到6000的罚款。因为没有做好确实的分类，这个电池呢，经过我们垃圾车的压缩之后，已经发生火警，造成清洁队员人身的安全以及车辆的安全。所以我们深切希望民众能够配合这个分类的确实工作。环保局也提醒民众，伫处理用煞的电池，一定要注意先确认电池的种类，而且分开放，千万袂当乌白掺做伙。尤其是锂电池会因为接触到其他金属，就会烧拍电，增加危险性。呼吁民众爱做好回收分类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